忙緊咧自己嘅微電影啦，因為我第一次會為我自己微電影寫劇本。咁至於隔離呢一位靚仔咧，就係 Kenneth 郭成康，咁佢亦都會為我嘅微電影主演嘅。咁當中咧，我哋會有好多嘅合作啦，希望大家會欣賞我哋擦出嘅新火花啦。Hello， 大家好，我係郭成康。咁我嚟緊今年咧就會出一隻 EP， 我係屬於2013年嘅新人。係咯，同埋Aka 嘅微電影我都會有份參與嘅，希望到時俾大家見到我哋嘅。嗱，今日好開心咧，都可以受到呢一個自主空間嗰邊咧接受佢哋嘅訪問。咁如果你話講到我自己 Dream House 咧，我最中意就係一啲英式古典嘅風格嘅家私啦，或者係一啲歐陸式、田園式嘅風格。咁因為咧，其實我細細個見到所有嘅白雪公主，永遠都係嗰啲地方都出世㗎啦。咁我希望我自己都有機會成為其中一個啦。咁如果你話講到最重要嘅地方咧，我覺得咧就係花園。同埋咧屋企偏廳，因為咧好多人都知我屋企基本上係動物園嚟嘅，有蜥蜴啦，有龜啦，有兔仔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動物。所以對於我嚟講咧，花園咧就可以俾到我好多空間可以養呢啲動物啦。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其實花園嘅創作空間咧係好大嘅。我有陣時你見有好多外國嘅生活雜誌都會講到啲人可能將床啊搬咗出個花園啦，或者直情將個花園變咗自己嘅工作間。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咧，花園係一個非常之重要。你咧？其實我本身中意就比較 cyber 啲嘢，比較即係希望係咯，希望成間屋都係落地玻璃咯，即係類似玻璃屋咁樣。咁你話如果係我最重點裝修嘅地方，應該就係我間睡房，因為睡房始終係一個好私人嘅地方，所以我希望佢裝修到佢係一個入到去好舒服，令到自己好有翻屋企嘅感覺嘅地方。同埋可以喺裏面做到自己想做嘅嘢，睇下書啊、上網咁樣，都希望係咁樣做。如果想留意多啲我Aka 周文希，我郭成康，記得留意下期嘅自主空間啦。